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7月19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丹妮。咱先來看今仔日的新聞重點。詐騙集團假造黃仁勳的助理，甲加州的負責人騙9000萬，這是咱國掠詐騙頭一屆發生韓國金額最大條的詐騙案。伊朗攻擊駐約旦的美軍基地，造成2個人死亡。美國空襲報復，伊朗要擱反擊，中東的局勢愈來愈惡化。有一個獨居的老阿婆，坐回無在條整理厝內，規棟的透天物件頂甲地墊，查查要指甲去甲鬥拼，清出27棟的糞掃。各位鄉親，咱今仔日先趕緊來關心咱國掠詐騙到呾，頭一屆發生台美下境，而且金額要甲9000萬的詐騙案。有一個住佇咧加州的負責人，佇咧網絡頂拄到會講台語的詐騙集團，假作是黃仁勳的助理，用台語甲洗腦，甲騙甲圓圓洗，大概提錢予車手，佫會摕到假的手機，互騙去的總金額要甲9000萬的台票。後來對方向找無人，這個負責人發現代誌無對人，才趕緊報案。又閣看到假投資真詐騙案件，一個住佇加州的姓氏的負責人，互詐騙集團用話甲騙，加上得到的信息甲資料攏甲時事新聞有符合，也負責人無懷疑，總共互騙我買台票9000萬。除了線上之外，有可能會再給你看一些書面的報告，而且做得非常像這個一般大型的這種，比如說比較高階客戶會看的這種財務報告，然後又會佩戴證件。我覺得這個就是為什麼這一次在這一案裡面，老婦人會去相信的原因。根據了解，這個住佇加州的姓氏負責人，平常時靠收租金過生活，進前佇看網絡時，互詐騙集團借話甲伊開講。詐騙集團講，回答執行長黃仁勳要來匯報台灣鄉親，會寄 AI 冊互負責人去學。後來佫邀請負責人加入講是黃仁勳助理的賴的戶頭，叫做林茫茫，一直用話甲伊講甲伊騙。詐騙集團也派一個查甫人去因兜甲摕錢，大概攏甲伊講台語，加上提供繁體中文的收據，抑閣收款書，或者姓氏的負責人真相信。對去年9月開始到今年1月初，總共交互伊美金甲黃金有15擺，合計是台票8926萬。一直到今年4月，詐騙集團安怎攏聯絡袂到，負責人才發覺互騙去，趕緊報警察。廣告警方調查，有可能是藏佇美國的台灣歐邦所設的跨境詐騙。台灣如果說他們有在從事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詐騙工作，也許它的難度變高了。那所以說它會轉向到這樣的一個境外。以這個案例為例，它本身就是一個靠着所謂的收租過活的一對老夫妻。那這對老夫妻可能他們的一個收入可能相對來講也相對的可觀。專家提示講，詐騙集團若發現被害人已經開始無愛閣付錢投資，就開始失去聯絡。不過這時陣，被害人往往已經互騙真濟錢啊！好友若上報講這是穩賺袂了投資，千萬愛注意，有可能是詐騙。記者綜合報道。來看花蓮18辦2026太平洋南島聯合豐年祭，不過現場有一個查甫人，伊穿阿美斯傳統的服裝，佮舉標語，頂懸寫伊無介意聯合豐年祭等等的字來表達抗議。後來煞去予警察帶走，有人質疑講，這敢是妨礙言論自由。執行中，我們民眾有向我們警方反映，有深度蒙面的男子，在人潮中攜帶刀械，有可能會造成恐慌。本分局為了保障我們大眾的安全，我們所以向前來盤查。但是該男子抗拒盤查，拒絕配合，我們才依相關的法令，將其帶往我們的前進指揮所來查明他的身份，還有他的動機。警方講，因為保障言論自由，先開始因佇咧邊仔觀察，後來發現這個查甫人有紮刀啊，佮行入去人店，才會去了解。因為這個人唔配合臨檢，才會甲伊帶走。後來確定伊原住民的身份，嘛無傷害別人的意圖，就放伊走。這一屆警方執法的方式引起真濟討論。有人認為講，這個查甫人無迫害特殊。也拿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俊嘛講，民主社會保障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甲維護公共秩序，攏真重要。繼續來看台北市長蔣萬安鼓吹大家抗議有致癌物的油，嘛串聯4個縣市首長來鬥相挺。不過，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講，食安的問題，縣市政府本來就有查驗的責任，要是希望蔣萬安會當提出好的改善的方案。好，你們現在就先做。花友里面7月25日就開刀抗議著癌這個油案件了後，台北市長蔣萬安19日甲貴人市長謝國良、雲林縣長張麗仙拜會台中市長羅秀燕，呼籲愛串聯地方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議。
食安就是國安。我們現在面臨國家危機當中，我們要比照對美關稅的時候，下個禮拜我們會找一個大家絕大部分縣市長可以的時間，最大公約數來召開這個縣市長反毒油的線上國是會議。那匯集大家的意見，向中央建言，也提出辦法讓中央採納。民進黨政府處理的態度是我們必須站出來的原因。我認為這一次毒油事件，食安法必須要修法。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楊錫道甲議員參選林小龜是先到凱道邊仔靜坐10杯，就是到7月25迄天，希望集合更加多關心食安議題民眾行上街路。民進黨也已經表示7月25會向迎來參加。民進黨大內宣的食安5環變成了食安5空，在這樣的情況下，衛福部、食藥署還要繼續請了人民嗎？台中是這一次這個油品所爆發的這個城市，所以我們如果是市民，我們當然是希望他如果去的時候呢，是能夠帶一些答案回來，比如說兩個城市未來要怎麼去做更好的資訊的交流啊、預防啊等等之類的。對於國民黨縣市首長調公到台中會商，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辛碧陽就講，根據食安法，縣市政府本來就必須負責抽驗稽查這工作，希望蔣萬安此行會使帶回跨縣市合作具體改善方案。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中的警察今仔日佇咧台里處理一件車禍的時陣，處理到一半，煞有一台食酒塞車的賽金雄直接安尼弄過來，唔若去弄到原地事故的轎車，警察車的後斗嘛受損。這個食酒塞車的查甫人已經去予警方照違反公共危險罪來上班。警車的車尾被弄掉了，規弄變形。本來裝佇車頂的警示燈也被弄甲噴飛去。19透早要到1點，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發生車禍，無方分局接到報案來處理。不過無偌久，另外一台轎車速度真緊，直接衝過來，弄到原本車禍停佇路的車，要阿個繼續衝弄來處理事故的警車。警察來了，在處理交通事故了。處理了交通事故之後，就放三角錐，然後賓士就從那邊一樣直行這個車道，直行很快，然後他沒有看到三角錐，開得很快就衝過來，就是先把那個三角錐那些撞掉，然後再撞到那台車，再撞到白色的那個停在路邊的車子，後面又再撞到警車這樣。警方講，警察到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的時陣，有開警示燈，搖踩交通錐，不過這台車一時弄過來，警車被弄甲真嚴重，駛180度，車尾規個攏海去。一若弄過來，這台車的車頭也規個攏海去。摔車4樓的查甫人小可細傷，不過酒測達超過標準。原警司是酒測，劉明酒測值已超標，嫌擬觸犯公共危險罪，立即逮捕並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啉酒賽車造成幾路台車弄甲海去，好加在衝浪迄當陣，警察甲原本車禍的當事人攏有閃開，無造成另外的傷亡。因若弄過來這台車的4樓的駕駛，因為涉嫌酒駕，當場依照公共危險罪現行犯逮捕，扣車進行了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記者綜合報道。在台南有一個76歲老阿婆，伊家己一個人住，伊攏會捡回收囤佇厝內。因為即馬濟歲啊，無在調整理4層樓的透天物件是頂甲甜一甜。因為環境阿早驚會生鳥鼠、生家蛇，所以里長得到這個阿婆的同意了後，派30個志工去甲伊鬥摒掃，清出超過27棟的糞掃。小心，小心！內底有夠多，啲人來鬥拼，一個囡仔也行到跋倒。這間4層樓的透天厝，因講逐層攏親像安尼，物件拆啊滿，有一寡房間連門攏無法度關起來。這間厝是76歲婦人家己住佇遮，伊原來是甲翁婿佇咧做資源回收，伊的翁婿住佇遐安養院，後生查某囝住佇外縣市，無人甲伊鬥賣這回收的物件，有時才愈坑愈多。已經清3遍啦，這間清的。第3遍啊，進前是攏無清，進前清樓骹爾，啊伊即間吼含2樓3樓吼，攏非常垃圾安尼。規間透天厝4個攏是回收物件真垃圾，室內也真儕鳥鼠家蛇，當地是真困擾。驚網倘若生起來會發生天狗熱，里長甲相關單位立個苦勸，伊則同意予志工入去改摒掃，清出物件超過27棟，也暫時甲社區的路封起來，予糞掃車會使入來收。規這1樓吼，用到4樓去入去看，看覓啊。
迄個攏是全部攏是一寡廢棄物，70、80歲了。他竟然可以把這些這麼笨重的東西搬到4樓去。我就跟母老鼠打交道，不行啊！而且志工啊。里長講，動員超過30個志工，用半工時間才甲厝內底物件全部攏清出來，4個房間已經攏甲擼清氣，環境消毒，厝規攏清氣清幽起來，厝邊也才較放心。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消息來關心，美國甲伊朗1個月前簽的臨時停火協議，即嘛是正式破局。美軍指控伊朗攻擊因駐約旦的基地，造成2個美軍死亡，傳播下令擱空襲伊朗。因為伊朗這邊唔若講要停止談判，而且擱擴大攻擊美國佇咧中東的盟友。即嘛雙方會當講是規個起配面，中東的局勢愈來愈惡化。美國中央司令部公布上星空襲的畫面，美國戰機擱再對伊朗發動新一波的攻擊，目標鎖定軍事監視系統、地下武器庫、後勤設施，一個海上軍事領域。美國講，這邊行動是總統川普親自下令，目的是要減弱伊朗威脅荷姆斯海峽的商業航運的領域，而且要保護伊朗這邊圍隊攻擊駐約旦美軍基地，造成2位美軍死亡，1個人失蹤。這樣和衝突各大美軍死亡的人數增加到16個人，超過420個人受傷。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在社群平台 X 發文講，死亡官兵的犧牲，這個來和美國更加堅強。伊朗衛星曝光，過去3禮拜，美軍的空襲造成50個人死亡，500多人受傷。未戰爭開始到這麼，攏無公開出現的伊朗最高領袖，在個人媒體發表聲明，警告美國若繼續升懸衝突，這個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伊朗加抵抗連線，會和美國永遠記掉這邊教訓。穆吉塔巴也批評川普的承諾是無價值也無信用。های مکرر شیطان بزرگ نسبت به تفاهمنامه امضا شده بین رئیس جمهورا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بار دیگر این حقیقت را به همگان ثابت کرد که امضای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چقدر بی‌ارزش و نامعتبر است و زورگویی، تمامیت خواهی و وحشیگری在同一個時間，伊朗19擴大攻勢，攻擊的範圍包括科威特、巴林、約旦加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軍方講已經將幾落列彈道飛彈加無人機炸落，不過消防人員加石油設施工作人員在救援過程中也是有人受傷。這邊的衝突自2月底美國加以色列做伙空襲伊朗了後，一直到在1個月前簽的臨時停火協議正式破裂，戰事又再度全面升懸，那威脅荷姆斯海峽航運安全。也和全世界能源供應加通膨風險繼續升懸，即馬大家攏擔心中東恐驚會再一遍變做全面戰爭。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輯。因為以色列18個一屆對加沙地區發動攻擊，至少10個人不幸過往，其中有1個伙仔，敢若剩1個囡仔要活的爾。另外，因為戰爭，環境的衛生惡化，聯合國講加沙地區當地水煮的病例目前已經超過9300例。以色列28個在空襲加沙市拍到一棟公寓的徛架，造成至少10個人死亡。當地民防單位講，罹難者內底有1家5個人，這個家庭唯一無死留落來人是當時無佇厝的這個囡仔。خبطوا الدار يعني دوري يعني خبطوها صاروخ لسه طالع من الحمام لسه بتحمم هلا خبطوا الدار يعني صرنا نجي نخاف الناس اللي جوا نطلعهم يعني أشواء على الأرض يعني نسوان وأولاد ميتين يعني وإسلام كبار。以色列軍方講，互拍到的所在有哈馬斯的分子佇活動，也若發射火箭彈是為着攻擊哈馬斯的基礎設施。不過，也有民眾講，因只是一般的民眾，事情並無受到任何一個警告。فجأة صار عندنا صاروخ في العمارة، لا حد ندري ولا حد ولا تحذير ولا حاجة، خبطوها من غير ما حد، في مدنيين في أطفال، في نساء وفي بنات تصاوبات وفي شهداء خير الله。另外，聯合國也佇這個月講，加沙地區出水煮的病例已經至少有9300例。雖然加沙地區大部分民眾依然是無所在通住，暫時攏住佇布棚內底。聯合國講，布棚內底衛生條件真歹，加上這熱天真熱，然後一邊攏較會嘆來嘆去。雖然以色列甲哈馬斯佇名義上已經佇去年10月停火，不過加沙地區依然常常突然受風襲擊，就已經有1100多人死亡。另外，因為戰爭拍去的這設施到這陣依然無得恢復，要重建唔知愛等到當時。公視新聞由派準張建公編譯。鏡頭等下咱過來，
萬里溪崩山湖目前水位是持續佇咧加懸。根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監測，目前是確定也未溢流。不過，即馬要是維持紅色的警戒，今仔日敢會溢流咧，就要看下晡雷公雨的程度。大家關心花蓮萬里溪崩山湖的溢流時間，因為18日到雷公雨入水量增加真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19早起開會，崩山湖水位即馬1087.2公尺，離八頂上懸1087.5公尺，只敢差0.3公尺。預估就如同我講，必須要看天氣，就是午後雷陣雨的狀況。預估它達到壩頂高層的時間，應該是在今天的5點到6點。好，那如果有下雨，可能會提前。因為兩粒佇咧監測嘅水位計，1號水位計佇透早有當時好，有當時歹。應變中心依照透早空白畫面判讀，證實無溢流，爆體也正常。怎麼決定用2號水位計嘅資料為主？因為水位計儀器出現異常造成的原因，而不是針對壩體有什麼破壞。未來我們就會以2號水位計為準。國有林的應變系統裡面的這個監控面板，也將1號水位計先下架。1號水位計暫時下架，然後不再以它為這個。只是你內部之間做個參考運用就可以了。萬榮鄉公所早起開放收容的保全戶，暫時登記出來是龜亞杜牛，而且其教會參加主日，也暫時開放西埔橋到中島。民眾多數會至本鄉教會參加感恩節活動以及禮拜，民眾登記後戶外參加。雖然開放保全戶登記境界區域，不過請人甲公所保持聯絡。另外，因為溢流的時間也未確定，代替三寶東部幹線19全線列車攏維持正常。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東的烏蝶谷，遮毋但溪水清，風景閣水，所以當年的熱人攏會有真濟民眾來遮耍水。不過遊客一個多，嘛造成四界招糞掃的情形。除了請志工來鬥拼，嘛呼籲民眾糞掃唔通烏白蛋，大家做伙守護這個美麗環境。也閣有來遮耍水，嘛要注意安全。延平鄉桃園村布農族路邊部落傳統領域的烏蝶谷，因為溪水正清氣，環境正水，若有真濟烏蝶佇咧遮探生，熱天也有真濟遊客來遮耍水。不過遊客走了，留真濟糞掃，部落找青少年甲國內外志工來淨溪。溪裡面很多那個膠瓶啊。等於是一個無人管理的區域，所以我們每年暑假2個月都會安排活動來這邊，帶着志工還有部落的年輕人、部落的朋友、長老，然後一起來做維護環境。30幾位青少年甲志工佇烏蝶谷溪流附近撿的糞掃數價類上多，因為烏蝶谷也無相關單位正式佇咧管理。當地族人希望用自主保護溪流活動，和有關單位協助輔導烏蝶谷經營管理，營造自然環境教室，帶動觀光。有熱氣球或是其他的景點海岸線，可是山區有一個蝴蝶谷會更棒。不過，這搭自然溪流以前也捌發生過堵水的意外，台東縣消防局就特別利用護溪活動，宣導耍水的安全，請民眾愛經較安全的水域耍水。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這場真趣味的比賽，嘉義綠草舉辦一場煮白米飯的比賽，規則是袂使用電鍋，都要用快速爐甲鼎來煮。來參加的民眾，大家攏提出因煮食的撇步。有評審表示，煮飯毋是電鍋起來就好。咱台灣的米品種是真濟，民眾若是會當來了解無共品種的特性，這飯煮起來定着會較好食。將要煮的白米點定的來洗過了後，放入去鼎內底，用快速爐來煮。嘉義縣的綠草鄉舉辦煮白米飯的比賽，要透過這個方式來推廣在地種植的稻仔。今天煮的米飯哦，是我們鹿草在地選育的鹿草牛奶香米。那主要想要推廣這支米，讓更多人認識它啊，所以大家來試着煮看看，看可以煮出多好的一個風味。飯佇鼎內底豆豆啊煮熟，有人偏氣味，有人控制溫度，嘛有人佇煮的過程加物件入去。參加的民眾，大家人攏展現家己煮白米飯的撇步。參加的人就表示，同款的米水濟水少，溫度的關係，攏會影響最後的口感。即賣人攏會食飯攏唔知安怎煮，起碼現在用這個方法的話，就會覺得就是你感覺會有比較有自己的成就感。煮米飯對大眾而言是很簡單的事情，可能就米洗一洗，電鍋按下去就可以了。但是實際上
你用這樣子的土法去煉鋼的話，煮起來的米飯有差異性的。農試所的學者就講，稻仔佇台灣的農業發展當中是真重要的種族，真儕稻仔經過改良了後，所種出來的米，香氣甲口感是愈來愈好。透過活動的舉辦，唔但推廣食米的觀念，嘛希望為這當中會當互民眾更加認捌在地的農業。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有真侪外國學生會來台灣讀冊，尤其是馬來西亞的學生是佔不了多。不過最近這10年來，中國大出手，用獎學金請外國學生去因遐讀冊，相對來台灣的就減真濟。下暉7點半，台灣技術部要帶大家做伙來了解中國摕獎學金搶人才，咱台灣要安怎來應用？我覺得我跟我姐姐那一代就是台灣偶像劇外輸的這個年代，會想要去台灣。那可能我往後我再回學校，我問的時候，其實很大部分都是去中國。馬來西亞是台灣主要的外籍學生來源國，不過這2冬，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算是已經無到1萬人。伊人真正拼，伊人學物件真慢，對我來講啊，所以我感覺伊人真拼在學物件。我會考慮到台灣，是因為我的表哥表姐都在那邊讀書的。不過最近10冬來台灣留學的人數是直直的減少。另外一方面，去中國留學的是直直的增加。2018年是以38.75%贏過咱台灣。高3畢業後，你想去哪裡就讀？那很多同學就說：“老師，我要去中國。”現在學生他們很幸福，就是他們的選擇很多。當他們獲得錄取過後，他們就會綜合所有的考量，包括這間學校它可以給我帶來的未來的發展。所以中國是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其實不是，它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已。長期以來，馬來西亞攏是台灣主要的外籍學生來源國。如今面對全世界大學相爭咧搶人才，咱台灣的高等教育需要找出家己的優勢甲特色，重新甲下步徛好在，才有機會擱再爭做馬來西亞學生因心目中的第一名。記者綜合報道。下晡報的天氣啥款？隨來報你知。北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來看外島地區，29度至32度。還有這3日的氣象。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聞，我是丹妮，明仔載同這個時間，咱再會。